荧幕录影程式 Capture Record， 第一个是 Capture 抓取，第二个是 Record 录影。这个设定最上面那个是每秒几张图，一般看到的都30张，这里15张，节省那个档案空间档案量的大小，比较省那个记忆体空间。然后来录音录音要按不然现在这样讲话录出来没有声音。刚刚有录出没有声音跟有声音的差别，在这个录音这边要开启，像现在这样开启就会有声音对着手机讲话，或者是到那个上课现场录出来才会有声音。影片位置可以是 外加的 SD 卡按下去就可以选了。选外接卡，这样比较不会影响这个手机程式的操作、运行。然后反转影片色彩，刚刚录了红色变蓝色后，或者是黑白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选这个，没有点按这个项目看看录出来会不会是正常的颜色